Vivian 那边的鼓声 OK 吗？桂红的声音 OK 吗？好，来再敲一下。对。好 OK。那么我们试试看那个铁琴、木琴跟鼓一起好不好？我们送那边的声音。来 Vivian 你听一下哈，来你们两个一起随便敲都可以。敲敲敲，随便随便。OK 好。我先要开那个管弦的麦喽。然后。OK 好。现在管弦乐的麦已经 on 了。那个桂红，我觉得可能再放进去一点哦。你找个地方塞他们。圣歌的钢琴要送给那个，这样太角度太小了，对对，要往外一点，扩大一点，因为那个圣歌都要听钢琴。OK 好。圣歌队还没开始唱啊，但是请大